原來養天竺鼠比養兔仔同龍貓咧更加講究啊！我相信咧，大家盡量用正確嘅方法去飼養佢哋，包括可以長命8歲啊！嚇！深入全球最危險嘅罪惡之城，認識史上最兇殘嘅種族大屠殺，暢遊全世界最深嘅鹹水湖，再攀上高峰，經歷最高嘅高架橋。極境之旅2，星期1、2、4、5晚8點半，82台 TVB Plus。各位早晨，今日係3月2號星期一，歡迎收睇《香港早晨》。早晨，善學。早晨，思齊。今朝出門口咧幾大霧喎。係啊，潮濕得嚟，仲有啲雨添啊。預測大致多雲，朝早有1兩陣微雨，部分地區有霧。日頭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5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同埋可能有雷暴，吹和緩嘅南至東南風。稍後漸轉吹東北風。展望聽日驟雨較多，氣温稍為下降。隨後幾日朝早稍涼，天色逐漸好轉。記睇今朝嘅重點新聞。由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領導嘅臨時領導委員會將會運作至選出新嘅最高領袖。特朗普話同意同伊朗新領導班子談判。國泰因應中東地區局勢，將分別暫停往返利雅得嘅航班去到星期2。同迪拜嘅航班到星期4。2000萬第3次成交。運輸署舉行新春車牌拍賣會，最高價車牌以2000萬成交，係歷嚟第4高。